来到11节的感动时刻，提到了苗栗南庄大南埔这个聚落，其实是以客家族群居多。不过呢，现在却面临了农村人口外流的问题。于是呢，现在在念研究所的邱新威，他是大南埔的子弟，和一群年轻人组成了所谓的农村办公室。他们带着游客体验下田的乐趣，来增加收益。他们也推动白米精致化，希望能够提高农民的附加价值。除草、拔草，认识台湾农业，这些外籍学生认真体验农民生活。这个拔的话，养分就被野草吃掉了。这是桂花，不是辣椒。带领大家感受南庄之美的是大南埔的客家子弟邱新威。哦，这个是芋头，这是阿伯伯他的菜园啊，因为他是清华大学人类所的学生，在大南埔成立了农村办公室，希望引进社区支持型农业，让消费者一起来支持农民。会这样做，因为他发现农村消逝的太快，所以回乡重新做一个在地人。因为我细汉时节就都农村台、阿婆厝台，故说对你的状况都有感情，这些就是好把教所以山人做掉的，就希望留你农村的状况腾数哦，带银下落来，然后你给农民增加佢嘅价值哦。可是如果他自己去。带着大家互动体验，希望这些青年学子也能跟着他一起发掘农村价值。我就感觉很长见识嘛，一方面是整个农庄的，还有整个这边刚才他讲的台湾的这个农业东西，都让我很长见识。邱新威因为爱乡，所以回乡。他还号召了6名志同道合的好朋友，跟他一起进行社区营造，要找回农村活力。我们今天来到农村，不是只是用看的，不是只是用讲的，我们还要用做的，我们要用我们的身体去体会农村是怎么一回事。为了增加收益，改善农民生活，他们还用手工龙骨，让胚芽的含量比一般多了3倍之多。在网络贩售，价值可以多个4倍，不但提高了稻米的营养价值，也增加了它的附加价值。价格的话，就是当然是一般米的3倍到4倍，可是这是合理的，因为现在务农你平均一个月不到1万啊，3倍到4倍只是一般一个正常的青年他能够生活的价格而已。大南埔农村办公室的年轻人，除了带领学生体验农村风情，也带大家了解客庄文化。义民爷是台湾独有的客家信仰，这个大概别地都没有，无论中国或是就是马来西亚、新加坡都没有。努力认真，希望能够重新发展农村农业，也让大家看到客家不服输的应景精神。农村的质朴，客家子弟决心保存，年轻人的归乡，参访团的解说，手工龙骨去壳的心意，蔓延在多3倍的胚芽米香里，尝一口有着客家应景的感动时刻。